王。 你走开呀，秀子！我不会让你杀他的。我欠月空的情都已经还清了。你欠大明人的情，永远也还不清。如果你替他杀了我，他会喜欢你的话，来吧。你走吧，我不会再见你了。阿弥陀佛。 你去帮帮他！哎，扶起来，这边，他还活着，快过来！哎，这边，来，用这个止血，用这个止血。这儿还有，给你，哎，好，坚持一下，扶到那边去，好。 戚将军，戚将军，你流血了。好，我没事。你走吧。 你想让我来就来，想让我走就走吗？你现在可以嘲笑我了，是吧？明明知道是谁害了我师父，我却报不了仇。看着我无能为力，你很高兴吗？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你，不过我现在嘲笑你。我不仅嘲笑你，也嘲笑我自己。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男人，我错了，没想到你是一个胆怯的懦夫。你本来就喜欢错了。一个人的坚强，不是看他的武功有多高，而是他的内心能承受多少压力。这是你说的。我说过吗？也许你忘了，不过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 你不是想杀倭寇吗？一个死人怎么能杀倭寇呢？你帮过我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帮过你。难道你要我欠你一辈子的情吗？我并没有让你还我任何情，你什么都不欠我的。也许你能放下，可是我放不下。如果你那么讨厌我的话， 应该让我还完你的情，到时你让我走，我就走，从此一刀两断。
你想打败风雨吗？其实你不是输给风雨，而是输给你自己。你一点也不了解日本的刀法，而风雨对你的棍法了如指掌。武士一般配有3把刀，一把就是长刀，也叫佩刀。佩刀上又有一把小刀，以便于杂用。另外还配有一把刀，就是刺刀。刺刀分为2种，1尺左右的叫解手刀，1尺余长的叫急拔刀。现在我手上的就是一把长刀。谁？你还是回来了。还想跑吗？走，放开我！快点！你们这帮倭寇！闭嘴！快走！放开我！喂，哎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姑娘怎么被带走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李姑娘被带走了，被带走了，被抓走了！报官吧！是啊，报官吧！快报官！是啊。总共造了多少只？100只。战争真是越来越残酷了。火器越厉害，死的人就越多。可是我们需要这些火器啊！不仅需要，而且越多越好。只有我们的武器具有威慑力，才能让倭寇害怕，提早结束这场战争，能少死很多人。焰火！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火器没做好。将军，怎么了？将军，李若兰被倭寇抓走了。倭寇抓走李若兰，一定是想得到李忠诚的秘密。倭寇要是得到那笔抗倭军费的话，他们的实力会更强大的。不行，我们应该尽快想办法救出李若兰。风雨，你是来找秀子的吗？不，我是来杀戚继光的。你要杀戚继光？但是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要杀你。杀我？是的。我只有杀了你，才可以让秀子对你死心。风雨，你的屠刀还不能放下吗？作为一个武士，应该用你的武器来征服对方，而不是佛法。来吧。玉公，拿起你的武器。
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要杀的不是你的人，而是你的心。你的心魔除掉之后，一定会放下屠刀的。你应该杀了我的！风雨，你走吧。我还能去哪里？离开这里，去寻找一个你的心能够平静的地方。我的心已经没有平静了。这个世界也没有平静了。风雨，风雨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无法再保护你了，我也没有完成一本大明交给我的任务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用向任何人负责。我在这儿杀了很多无辜的大明人，难道我还不需要负责吗？只要你不再杀人，大明人会原谅你的。可是我无法原谅我自己。风雨，跟我回日本吧，我们可以告诉每个人，大明不想战争的。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清除倭寇，大明会感激你的。可我是个武士，我只会用刀说话。只有我死在这里，才可以向大明人谢罪。风雨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。只是我一直都对不起你。我会陪你回日本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秀子，一切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你喜欢的人不是我。你只是感动。不过，你能这么说？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会记得我吗？你不会死的。我想抱你一下。风雨，风雨，风雨，风雨。
房子，你住在哪里面？画一颗种子种在你的花园。3两杯淡茶相知就是永远。今生的梦想如何将它实现？缘分该由谁来做出判断？因果该如何了断？爱总是短暂，情总是艰难，为什么曲终人会散？风雨呢？他死了。死了。月空，你总喜欢一个人行动，难道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？我是僧兵的教习。你身为僧兵的教习，你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对不起。你的责任是带兵打仗，不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侠客。那我这种行为，按兵法，该如何处置？你想我杀你吗，月空？如果你要杀我，我也会请求你，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让我带领僧兵去突袭敌人的后方。将军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。一切因缘而起。第一，这次突击只有僧兵才能完成；第二，你的士兵虽然个个都是勇士，但是毕竟有老有小，而我们出家人无牵无挂。既然因缘具足，将军还犹豫什么呢？难道将军要延误战机吗？你知道吗？这次行动比我下决定还要更困难。将军放心吧，我们僧兵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我们出家人讲究的是圆满，今天我们就好好吃完这一本，圆圆满满的，共生共死。好，各位兄弟，一会儿我们就要突击敌人的营地，怕什么？我们这么多僧兵一突击，保证把倭寇的营地搅得个天翻地覆。我们这次突击行动人数不能多，否则很容易被倭寇发现。所以这次行动只有我们30个人。啊！只有我们30人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是，我会派荆轲佯攻敌人正面，先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然后你们从后山迂回进入倭寇营房中心，毁掉敌人的弗朗机，接着打开倭寇营房大门。可是那里可有1万多倭寇啊！就是啊。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迅速，速战速决。我们这30人都是来自少林寺。这次行动
会非常危险，也许很难有人活着回来。所以，如果有谁不想参加这次行动，我绝不勉强。月满师兄，我们能不能写一份遗书，交给戚将军？对呀，虽然我们都是出家人，但死在荒岛上，尸骨全无，怎么也得给家里有个交代啊。我还记得我刚进寺的时候，方丈师叔给我讲的公案：二族会可断臂求法，只是为了心安。如果我们现在苟且偷生，不能把倭寇赶出大明，不能让百姓们过上平安的日子，我们还能心安吗？对，出家人不就是为了解脱生死吗？我们难道还能为这身臭皮囊，忘了我们的发愿吗？地藏王菩萨说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现在我们就要去超度这些倭寇了。既然都是少林寺的，我们师兄弟就没有分开的理由。对，分开的理由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决定突袭倭寇阵营。谁下的命令？我下的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简将军不能决定，那就由我荆轲来决定。你竟敢违抗军令！将军丧失勇气，可我荆轲没有。那你知不知道，阵前抗命是要立即斩首的？将军要杀我荆轲，我毫无怨言。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们是在孤岛上，战机不容错过。我知道，你是为战局着想，但是军法却不能饶你。好，那么荆轲再也不能跟将军抗倭了。将军保重。将军动手吧！将军，好兄弟，我们一定要打败倭寇。好。有消息了吗？
风雨死了。那戚继光呢？他有没有杀了戚继光？进攻吧，这样虽然代价会大一些，但戚继光也绝对不会占了什么便宜。戚继光的队伍驻扎在这个山谷，而后海滩的兵力并不多。我们把弗朗机调上战船，从船上发起攻击，这样就可以很快地从后海滩登陆。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再从正面发起攻击。那么整个山谷就会变成戚继光的坟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只能和戚继光近战了。而近战，咱们又很难对付他的怪阵，弟兄们的伤亡会很大的。再加上昨天咱们刚刚打了一场败仗，士气低落，不宜进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既然占据了地利，不如坚守。我们拖住他。戚继光这次是孤军深入，带不了多少粮草，士兵也是轻装出击，撑不了多久。当他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，咱们再进行反攻，定可大功告成。胡大人，好，大帅，胡大人，大帅，我和胡大人来看你来了。来看我？啊？你们根本不应该来这里。为什么？大人，这里是战场，不是游山玩水的地方。远近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军门大人说话呢？请你们两位立即离开列表山。远近。战场上的将军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对了，我首先要对戚将军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戚将军。不过我接着还要说一句，你误会我们了。你说驱逐倭寇人人有责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来这里吗？没错，大人。但是大人是军门，你只要在衙门等待结果就可以了，你不应该亲自来战场。我和于振台今天到这里来，我不是军门，他也不是总兵。你若需要，我们就是你的士兵；你若不需要，我们就是普通百姓。那你们不会干涉我的指挥吧？我今天不是你的总兵，我是你的士兵。如果你允许我以军门的身份说句话，我就再说一句：戚将军，你不需要考虑这场战争的胜负，只需用心去打。打败了是我胡宗宪的，打胜了是你戚继光的。谢胡军门。好，那你就忙去吧。哎，应该我们出去。哦，对。好，走。走。只要咱们把火力集中起来，密集防守，戚继光就打不进来。是的。
靖海王，靖海王，那边有人逃跑了。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饶命啊！放我们一马吧！各位兄弟，饶命啊！各位兄弟，啊！王爷，海上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，求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吧，王爷，求求你了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！王爷，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，可是逃跑的只有大明人。有人献言，来人，在，给我拖下去，砍了！王爷，饶命啊！王爷，饶命啊！各位，我以水代酒，敬大家一杯。这是我第一次敬大家。也许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我是一位将军，当兵打仗是我的义务。你们是出家人，是远离红尘的。我和你们本来是不可能有结交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却站在了一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，为了国家的安定，为了百姓的平安，我们必须把倭寇赶出大明。赶出大明！赶出大明！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回来，但是我别无选择，这就是战争。战争就是要有人牺牲。兄弟们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谢谢，我敬各位师父。这串佛珠总共有108颗，我每移动1颗，你们可以走1步。当我将这珠子移动到10圈的时候，你们就抵达后山了。当我移动到20圈的时候，你们就必须要进入到倭寇的中心。正面战场，我们就不能帮你了。希望我们在倭寇的营地会合。出发！荆轲，你带领300兵马，在敌营外摇旗击鼓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尽量多消耗敌人的火药。那僧兵什么时候开始突袭？马上就开始，先去准备吧。是。见过大帅。袁敬，有事吗？你要派僧人袭击倭寇营地。
这样做太危险了。我必须这么做。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？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要是万一不成，那30个僧人可就白白送命了呀。战争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。我已经做了这个选择。你不要跟我谈兵法，论兵法我不比你差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是在赌博呀。但是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孤注一掷。你必须更改你的决定。大帅，我警告你，你没有权利这么跟我讲话。我才是这里的指挥。我是浙江总兵于大猷，浙江的战事均由我负责。这场战争是由我来指挥的。如果还有人再敢指手画脚、干扰指挥的话，军法处置。戚继光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难道你忘了，你现在不是总兵？这个戚继光，军门大人，你笑什么？你今天忘了你的身份，你不是总兵啊！哼，我就算不是总兵，我总还是他的长辈吧。我倒是觉得戚继光做得对。大人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一个将军的价值是体现在战场上的。如果你一直在后面，就会变得越来越老。大家小心，这里处处有机关，每一步都要小心，不要让倭寇发现了。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？也许他们害怕了。戚继光诡计多端，不知道在玩什么花样。你让大家把弹药准备充足。没到射程，不要随便开炮。一旦进入射程，那就给我狠狠的打。第一轮火器攻击之后，就看我们的刀了。我要用戚继光的血染红我们的港道。小心！
荆轲在。击鼓摇旗。是。突袭是不行了，要不回去报告戚继光，改变行动计划。来不及了，必须突袭。虚张声势。弟兄们，戚继光已经害怕了，等他们走近了，再给我狠狠的打。是。将军，倭寇非常狡猾，现在还一枪未发。月空那边呢？后山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估计月空那儿出了什么意外吧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时间一到，正式进攻。可月空那边还没有行动，我们这样太冒险了。只有给敌人更大的压力，才能给月空赢得机会。只有给月空赢得机会，我们才能够取得全面胜利。是。冲吧，一咬牙就过去了。这些倭寇我们能对付，但是我们一动，那边的倭寇就会救援。我们一旦被包围，就再没有机会进入营地的中心，而这次行动就算是彻底失败了。可荆轲已经开始进攻了，我们再不进攻，戚继光就会很危险的。荆轲只是佯攻，倭寇已经判断出戚继光的意图，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。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坐在这儿等吧？我们只能等戚继光的正式行动，那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才会真正被吸引过去。我们只有抓住这个机会。他们已经进入射程了。好。
好，开炮！动手吧！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做，让我来超度这些外魔，快走！呀！月姬，快走！快走！月姬，快走！月姬！起来了，走，我们去抢救伤员，快去通知其他人。姐妹们，走走，快走走，快走走走。好。没事的。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忍一下。快快快！往那边搬！快！往那边搬！快呀！快呀！跟着点！快快！往里抬，快！戚将军，戚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得有多少士兵伤亡了？第二队，进攻！你带那300人也该上去了吧？大帅，躲起来！这弗朗基太厉害了。对呀，月窟怎么样？希望他能尽快突破倭寇防线。戚继光真是疯了！这样下去的话，哼，我们没有任何损失，就可以打他个一干二净。哎，奇怪啊，今天的队伍里怎么没有僧兵？哎，是啊，真是奇怪。
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杀倭寇啊！你是文官呐！这时候分什么文臣武将，有口气就得上。突击队，快！我先去对付弗朗基，你把他们引开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们都一定要拿下列表山。记住，要趁敌人弗朗基装药的间隙冲上去。火枪手、弓箭手，抢占有利地形，瞄准倭寇、弗朗基。快！是，快！快杀！抢占有利地形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！先忍着点，在干什么？我马上继续前进。小心！还行，坚持一下。这仗一完，打完仗以后，我们就成亲。你是个将军，你不属于我。而且，
当年梅家村我爹被抓之后，只有我跟月空活了下来。没想到，现在月空也死了。本来我们的国家是平静的，就因为这些倭寇，才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难道不可以阻止这场战争吗？能，但是只有我们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能做到。汪直战败后逃到了日本，严世蕃东窗事发，被朝廷流放。之后，戚继光在福建，俞大猷在广东，胡宗宪在浙江，三人共同将倭寇逐出我国沿海，成为抗倭民族英雄，名垂青史。
果月空和大脚师傅现在还在的话，他们就会亲眼看到倭寇被赶出我们的国家。他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，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和平。国家会永远记得他们，还有你。上报四重恩，他们都是为报国恩而死。一个人死得其所，是不会有遗憾的。所以，记不记住我们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希望我们的国家以后都不会再有战争了。这样，他们的死才会更有价值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希望。虽然倭寇现在已经被赶出了我们的国家，但是他们还是虎视眈眈。如果万一再发生战争的话，你还会去吗？我想，只要需要，任何人都不会逃避。以出世的佛法，行入世的慈悲，这是每个僧人的准则。以个人来世的圆满，换成今生这个世界的平安，也是我们每个僧人最希望的。这就是我们少林寺新培养的一代武僧。